讲的就是我们佛法注释的部分啊。虽然佛出世说法，但若圣教诸释其圆满，正法已没，则与暗界无有区别。前佛的圣教已圆满，后佛的圣教尚未出现，其间成为圣教空界空世。除了有因缘福德的刹土中有独觉佛出世外，无有讲法、还法和修行。就如今释迦牟尼佛的圣教来说，普贤密意的圣教期，民国期已为150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讲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的这一节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期限，时间，1500年。修行期为1500年，教期为1500年，维持形象期为1500年，为500年，共有5000年。现在已经到了3500年或者近4000年了，所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近4000年了，所以就现在就剩下的就没有很多嘛。那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所讲的就是人类的年纪，1000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的好像是一个蛮长的时间，对不对？这次修不好，下一次过来的话，也是很多是可以修持的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应该会碰到嘛。但是如果这次修不好，如果是就说一点点不好听的话，就下了地狱的话，那地狱中的众生的寿命是人类的1000年是不算什么，就1-2天的时间。所以在获得人生的时候，那就真的就不好说有没有佛法，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谁以是时间就是时间的角度，然后众生还有寿命、见解及烦恼五浊至盛时期。但教法与正法还没有已没，尚存于世，所以也具足圣教正法圆满。所以圣教正法圆满，我们平常都是说我们现在是有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所以呢，就是佛教那个有怎么说呢？那个注释的时候都这样讲。但是佛教注释来说呢，从什么样子形成了这个贤解？然后从贤解形成到现在呢，就是有释迦牟尼佛怎么样的去修持，怎么样的去成就，怎么样的再说法出来，然后我们怎么样的何种的因缘，才有真正的能够可以接触佛法。这些方面今天听的也比较清楚一点吧。然后清楚一点以后，就刚是清楚也没有用，必须得要去思维，好好的去思维，去经常必须得要使用。每次如果是想要在做功课的时候，都是必须得要想起这些难得之心，然后就难得就是再也不能再怎么说呢，偷懒或者是在携带懒惰，这样的话就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机会，真的是不好说。我刚刚所讲的前面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一世当中，相当比如说现在我们做人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几十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一个人如果是下了地狱的话，他再能够有获得人生的时候，会不会得到佛法，真的很难说了，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因缘了。接下来呢，就是又经过了这个暗界，所以我们也是这个也不是不考虑的事情啊。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现在虽然今天还在，但是我们如果是不好好的修持的话，什么时候能可以赶得上，这个也是一个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并不是说是每次只要是做人的时候都是有这个机会，并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够得到人生也是一个问题。得到人生的情况下，有没有这个自己有没有机会信仰，有没有遇到上师，有没有遇到佛法，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这里面就18下面讲的那么仔细是
非常的有用的。因为知道这些以后呢，我们自己就不会那么的懈怠懒惰，就是会能够可以精进修持。虽然佛法还是在，所以呢就是圣教正法圆满，然后那接下来呢就是自己没有入进佛门的情况下也没有用嘛，所以就是接下来讲的就是自入圣教的部分。圣教虽然注释，但如果自己未入佛门，则自相续不能得到教法和正法，如同太阳出现在世间，但对盲人无有少许利害。如果是太阳出现在天空，那么太阳的光呢，就是照亮整个的大地，但是对一个盲人来说呢，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利益跟坏处，因为它本身就是看不到的，所以太阳出现了，它也是不会变成就马上就明亮的可以看得到所有的东西。对于我们其他的人来说呢，就天一亮就有帮助，就可以看得到，那么就是对盲人来说呢，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这样的道理，佛陀在，佛法也在，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进入佛门的情况下，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或者到了河边一个口渴的人到了河边，如果他没有喝水的情况下，那么对自己没有任何干渴一样，则不能解除干渴一样。如果入佛门是为了熄灭今生的病魔，或者害怕来世恶世的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大家仔细的听，仔细的想。平常我们今天呢，就是进入佛门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家庭和睦，为了工作顺利，为了自身的成长，就是培养圆满，为了今生的这种病的痛苦等等这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也并不是说特别如法的。我经常都是跟很多弟子说，你第一次入进佛门的时候，你为了什么入进都没有问题，都是很好的。因为有些人生病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入进佛门，也是非常好的。他问我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要学佛好不好？如不如法？我只能会说非常如法，非常好。但是进来了以后要去学习，那么你的问题不光是身体的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是烦恼、贪嗔痴。所以从根本上没有解决贪嗔痴的情况下，这一次的健康也不是什么，就是能够可以解决了你健康的问题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完完全全解决了究竟的这个事情所以就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那一个人说我家庭不和睦，所以修行是不是最好？那当然说很好。那有人问说他这样的想，然后入进佛门，他如不如法？那我也只能说对他而言是很如法的，进入佛门是很好。但是进入佛门以后，是不是继续都是为了家庭和睦修行，为了家庭和睦供养，为了家庭和睦？那也不对就你的问题不光是家庭的问题，也同样的工作也好，小孩的事情也好，自己的身体的事情也好，今生的就是升官发财等等一切的事情，不是给你究竟的利益的。所以就进入了佛门以后，就从闻思修开始，过程不能颠倒，顺序不能颠倒，从听闻佛法开始。听闻佛法的时候，那就要知道我们今天所从这里讲的，你如果入佛门是为了熄灭今生的病痛，或者是病苦，或者是害怕来世转入到恶趣，像比如说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下地狱然后就是为了不要下地狱，那当然是大多数的人说能够可以想到我死了以后不要下地狱，这样能想的人算是还是蛮有智慧的人。但一个佛教徒来说到佛教的利益呢，佛法的利益是不光是这样，所以还是要想到更远一点，不要只是害怕地狱，不要只是害怕畜生跟恶鬼，也必须得要懂得害怕天道跟人道、阿修罗道。六道轮回都是痛苦的地方，我们必须得要从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出去，
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这样的智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生为了修行，是为了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得到永久的究竟的佛陀果位，这样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菩萨乘也好，密乘也好，都一样的。我们必须得要得到究竟的果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才是可以。不要说是刚是说不要下一世堕入三恶趣，三恶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这也是从一个一般的人来说的就很不错啊。很多人连这个都想不到，像比如说我们过去那个讲那个文物摆正的坛城建设的过程当中，募款的时候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有些人就说你这个是很多人来说的，只是你的这个利益好像是中阴的时候有利益的话，很多人死了以后才得到利益，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现在马上得到利益的，就是像比如说财神等等的一些法可不可以修？如果有的话，你的募款就会更顺利，很多人会这样想。这是人类众生就是这样，他只想到今生就是今天做明天看得到的不是说你就在死了以后中阴的时候才会得到这种利益，他就是我们离这个中阴也是觉得很远很久，就这种想法。但我们对一个这个佛教徒修持无常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你的下一世和明天今生的明天跟下一世哪一个是最快都不好说，因为不知道自己明天还是活着，或者是已经死了，已经转生到其他的道，不好说。所以实际上来是这样的，但是人的智慧有的时候就是很但是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刚是地狱恶鬼下三道也没有用，我们刚是为了来世也没有用，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在一世当中能够可以真正的就得到人生的利益的方法。人生有什么利益？平常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但是我们获得下满人生的这个人生来说的很有利益的。我们好好的在利用它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能够可以度过轮回的苦海的一艘非常好的船。那么我们用这个轮船来可以作为能够可以度过轮回的苦海的方法，我们就会得到人生的利益。所以再也不需要在轮回当中不断的在漂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目的，有这种的起心动念来修持佛法，才是入境佛门才是对的。但是一开始入境佛门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各种因缘入境佛门的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很好的。有些人为了要打官司，那打官司当然就是很明白的，就自己要印然后他人要守你入境佛门也是只能说很好，但是进来以后不是为了这个，进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因为要发现自己的问题已经是那么多贪嗔痴慢疑造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这个因缘，都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已经带着的。所以这些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观世音也有什么用呢？书也有什么用呢？等等这种的。像比如说刚刚今天早上我跟一位师兄怎么说呢，通过微信，他前段时间给我发了微信，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回答，今天上午就给他回答。他前段时间就是给我发微信说，前几年他在深圳皈依我的，那他说他是有些事情上也不太顺利，但是最主要的事情呢，就是前段时间呢，他就因为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就变成做过这个盗窃的这个事情，但是也是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背了罪，然后就是进牢待了一段时间就出来，但是出来了，
已经这个事情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心里一直都放不下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就是这一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背了一个这样的罪，他心里就想不通，他就这样说。那我就跟他说，这样也是没有关系，你虽然已经这样就很辛苦，但是也是你不要去想我没有做过，那这肯定也并不是说你今生所做的，那你今生没有做过的情况下，你也不要以为没有做过，这可能生生世世当中你也有造过这个业，所以我们今生呢，就是作为一个修心者，把这个痛苦就是拿来当做羞耻，修养自己的心，能够可以再用起来。你就一定要知道，在我生生世世当中造过业，所以今生呢遇到了佛法，获得了人生，所以就是可能是以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易的就能够可以就算清了，相当于该换的就换了，该自己受罪的就受罪了。那么就这样的话，就是再也以后就不需要就这个方面的痛苦，以这样来面对。平常所有一切都是佛菩萨，怎么说呢？佛陀所讲的，就一切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一切顺利跟圆满都是可以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佛的加成。但一切痛苦跟一切的，这就是事实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把这些一切好的跟不好的都是拿来可以作为修行来使用，就像这样的道理。哦呀，等一下到哪里去了？刚才已经讲完救部之法，然后要真正趋入正道。等一下啊，救部之法救部之法，然后那么虽然已入佛门，法也只能成为救部之法，人也不可能真正趋入正道，是吧？对。另外，为了追求今生的衣食等利益，或者来世人天的乐果，虽然已入佛门，法只能成为没有善缘之法，那就是这变成善缘之法，这样的话也是算不算真正的我们趋入了正法的怎么说呢？趋入了正道也没有真正的趋入正道，所以就这个方面也是刚刚前面讲的一样的。如果是因知晓一切轮回无有实义，为求解脱而趋入佛门，这样才能成为入道者或入佛法者。好，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大家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部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师与世俗的部分。师与世俗虽然入了佛门，但善知识若为世俗，也无有利益。如般若释颂是吧？对。云：佛法皆以善知识功德圣主佛所说。因为佛经浩瀚，圣教数多，所知无有穷尽，所以若为依靠上师的窍解，就不可能了解涉及诸法的要点而修持。从前阿底峡尊者来西藏时，客、目、众三人曾问尊者：一个修行人要得到解脱和遍知的国位，经文教典和上师的窍解二者哪一个重要呢？上师的窍解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能够读诵传讲三藏，也通达了诸法的法相，但如果修行是没有上师的窍诀的修法，那么正法和修行人将脱离。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以上的。那么阿底峡尊者在藏区的时候，就克悟藏这三个人。那么克呢，就是有一位名字叫克专注雍仲，另外呢悟呢就是有一位叫悟来巴西拉，让呢就是有一位叫让敦巴加文兄弟，以这样的就是三种非常殊胜的怎么说呢，那个修行者三位高僧。那么就是克专注雍仲，他是金刚树菩萨的转世化身，而不是普通人。然后乌来布希拉是文殊菩萨的转世，然后转丹巴呢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就这三人去问阿底峡尊者，一个人一个修行人要得到解脱和真正的，反正就是这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然后最后要得到解脱的话，那么在这个经典跟上师的窍诀这两者是哪一位重要？就这样问。那阿底峡尊者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上师的窍诀是最为重要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的很多修行人来说到也是很重要，尤其是汉地的很多的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就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社会的一种习惯，汉地社会的一种习惯。有些人来说到就刚是念经就能够可以解脱的这种。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刚前面也所讲的，刚是做功的就得到解脱，或者刚是就是闻识就得到解脱，刚是就修法就得到解脱。这一项一项来说的话，每一个都是真正的有功德，但是一个人刚是这样就够吗？就是很多部分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我们刚刚也所讲的，就是现在是五浊恶世，就是现在就是魔法时代。魔法时代呢，众生还有烦恼等等，寿命等等，寿命又短，变化多然后烦恼非常的多，然后众生的行为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多的恶的习惯这种，所以跟以往过去的更圆满的时代跟现在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刚是靠一种方法能够可以解脱那很难的，尤其是真正的要知道了解，而且是要能够可以产生真正的这种对时间轮回要出离心，而真正的修持佛法的话，那刚是念一个经，或者是刚是自己去看书就能得到吗？刚是学习书本里面的内容就能够可以得到解脱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来说到就是方法根本上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里面我们大家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学习以后学习的结果对自己要有帮助，自己有了帮助以后可以利益他人，利益谁呢？利益周边的人。任何一个人有一天一定会有个对你相信的人会碰到的，你碰到相信你的人的时候，你有知识的话，你也可以帮助他。碰到你相信你的人的时候，你没有知识的情况下，你也可以伤害他，会伤害他，因为你自己有对佛法上面的知识的情况下，你也给他讲的就是非常对的、正确的，就可以利益他。你没有学过，你没有知识的情况下，那么讲的时候，也许可能是会讲错了以后呢，就是有断除他的信仰的这个道路，或者这种机会，也是会造业啊。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就是要完完全全就是以他人为着想。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我们的从那个菩提心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道理来说的话，也是符合的。佛教的核心是菩提心嘛，
那么菩提心的意思是什么？为他人着想。简单的讲到，不要为自己着想，一切都是为他人着想。那么不要为自己着想是什么？那就不要为了自己修行，然后就自己解脱不了也没有关系，不要去修行，是这个吗？又不是这个。我们就实践的一切事情，就不要为自己，就为他人着想啊。总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做善事修行，要得到解脱。得到解脱以后，我们自己成佛了以后，可以度化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目的是不能放弃的。自本作人着康着